喺深圳做抗衰老療程效果真係超好啊！今次介紹嘅就係白博士祛痘祛斑全國連鎖店，有多款嘅項目，房間都係整潔衛生嘅。今次我哋會用到呢一部儀器，儀器會有2個頭，產品都係現場即刻拆開，所以十分放心。記錄一下我做之前嘅樣子先。今次療程好犀利，主要針對面部同眼部嘅提升啊。洗乾淨塊面之後，擠凝膠就開始碌碌，儀器嘅導頭會逐漸升溫，感覺因人而異，而我自己覺得咧都幾舒服，暖暖地，可以收緊雙下巴，重塑面部輪廓。呢度美容師一啲都唔馬虎，都真係碌咗好耐噶。換埋另一個導頭先，做翻眼部 treatment，連眼部咁脆弱嘅位置呢部機都可以照顧到。自己覺得做眼呢更加舒服，可以幫手改善黑眼圈同埋眼部嘅細紋啊。做完半邊而家望下效果先，自己覺得呢面部嘅輪廓好似提升咗，而且法令紋係淺咗嘅，眼睛呢都 bling bling 有神啲，黑眼圈都明顯即刻淡咗啊。之後塗抹護理品再碌過，呢成個療程其實都要預翻個零鐘先可以。做完之後就敷埋塊面膜，哇，好似即時白咗咁啊！之後會搽埋精華，做完最大嘅感覺竟然係隻眼部咧真係即刻提升咗。而家只需要299蚊就可以體驗以上項目啦，而家可以嚟呢度試下佢哋嘅 facial啊！